爸的心内话，你有听到？其实较早讲对你无感情，迄拢是假。无得卡，是因为伊较早辜负阮阿母，所以伊唔敢承认对你的感情。过去的恩怨怨，拢已经过去。过去计到遐个，敢要路用？ 其实，我嘛同款。自从我有压了，但难道你就安尼笑我，安尼疼我？你教我爱守规矩，你教我爱用功读书，啊！你对我的温情，我拢记在心肝底。 我是讲，我大学毕业了后，我要好好打拼我的事业。等我若有成就，我要友好你，要奉待你。无得卡，是因为阮阿母的出现，我一时欢喜，才无注意到你的感觉。我常常让你生气，妈，真实的。 妈，较早我若做唔对代志，你拢会原谅我。妈，你拢会甲我讲，做唔对无要紧，但是爱改过，爱好我做啦。妈，你对我温情。 我拢放你心肝内，我想要报答你。也毋过妈，你若无好起来，我就永远无法度友好你，你知无妈？妈，我拜托你，我求你妈，你好起来，你精神起来好无妈？我是你的囝，我是你的囝，妈。我是你的囝，我是你的囝，妈。哦，你要准备退开刀啊？当然啦，我当然嘛答应。但恁辛苦啊！对啦，张医师，关系到5天后开刀的代志，你能全权替我决定。万事再拜托你，好，多谢多谢。 哎呀，老院长，那是啥物代志啦？啊，就院长夫人，伊家己离开病房，我四个拢去找透透，就是无看伊的人影啦。紧啊，叫人赶紧去找啊！是。啊，秀啊，伊就当啊跳伞尔，啊是走去倒啦？我听你讲你跳伞了呢，还阁尽量开口才当出院。啊，你今出来要做啥？我是来教阿兄阿叔休息的。休息？秀华，啊，你是有啥物拍算？我无拍算啥物，不过我有几句话想要甲阿兄阿叔讲一下。什么代志？一阵啊，我甲细妹为了小琪的代志，闹甲真厉害。我恁两个这尔操烦，我实是感觉足歹势。家己阿兄甲阿嫂，有啥物大歹势？顶多我甲你阿嫂呢，希望讲你再较冷静淡薄。麻烦代志呢，爱冷静落大家来处理，误会才解决。要唔过你呢，是咪讲你过去这尔固执着？唔管用啥物好话甲你讲，甲你考虑，你也无得接受，才闹出今日这样子这事端出来。是啦，秀华，你任何代志哦，心胸都要放较开的，唔才会用大事化小事，小事嘛会用化无事啊。我知影，不过一切拢想完了。
这几天我家己倒伫边厝，我想真济，我家己嘛检讨过，小琪的代志，我实在是处理得真无好。我为了保护我家己丧失的弟，我恨细米，恨小琪的，恨所有甲伊有关系的人，所害我家己做出伤天害理的代志。伤天害理？你是讲你为着要保护小琪，所害死阿兄的代志是真实的？阿嫂，我无黑白讲，我嘛无欺笑，我袂骗你。是啊，枉费你真正的欠靠的人，有啥会做出这样糊涂代志的？真若要想起来，我是真正的糊涂。啊，不过我相信，伫迄当时，任何人来换做是我，恐惊拢会安尼死做。即摆讲遮拢袂好啊！我决定要面对现实，我要接受法律的制裁。你的意思是？我要来自首，害小琪也清白。好，是讲安尼好啦。既然你有这个勇气，讲这负责任的态度咧，我也真欢喜。不过你要知影，去自首只不过是当减轻你的罪难呀。你以为接受法律制裁，想法阿乖？这我家己真清楚。哎呀，阿嫂，真多谢恁对我的照顾，真高兴。我袂当替咱妈甲公众要做，颠倒出来破坏名声，我实在是真感谢，请恁原谅我。等者，秀华，你今晚都要去哦？小等下。秀，你若要去自首，我要陪你来去。阿兄，我毋是遐尔软正人，我家己来去。喂，启东啊，秀豪走去你遐无？你讲啥？是真实的。好，我知。爸，阿妈咧，我听后事讲，伊出去啊，伊是去倒啦？拄则恁阿舅伫电话中甲我讲，讲你秀霞妈妈去刑事所自首啊。伊去自首啊？想要讲妈妈伊会做这款的决定？爸，有咱来刑事所甲看卖。行。小琪啊，秀华小姐，你哪会入来这？真意外着无？难道害你互人掠来遮久？我毋捌见你讲你一定会原谅我，不过我一定要甲你讲一声，是的。秀华小姐，你是安怎哪会互拐入来？这是我家己选择的。我只有这条路通啊行。我已经
自首啊，承认所有罪行。秀华小姐，我就一直认为讲你是真善良的人，即嘛证明我的看法是真的。明良虽然不是你的亲生骨肉，也不过你会当将伊当作是家己的囝，辛辛苦苦将伊抚养大汉。你这款的度量，这款自卑的心肠，真使我钦佩。我嘛真感谢你。这款自卑的心肠，真使我钦佩。我嘛真感谢你。我若是较早听到恁这个话，我嘛袂行到今仔日这个地步。认真讲起来，我是我家己想过错误。自从我发觉细明藏伫相片了后，我就开始抓狂，开始想要报复。一摆，伊讲一摆来陷害你，想要互你为细明的身躯边来消失去。啥物人知影？我千色计、万色计，这几尾，煞是我家己行入来互关。安尼嘛好啦，那安尼，从今以后，我就免日日夜夜来操烦，惊我暗时去用抢走，惊我的囝无认我这个妈妈。秀华小姐，你千万唔通失志。世明永远是你的后生，明良嘛永远是你的囝。你有这个勇气面对法律，我嘛希望你有这个勇气继续活落去。死到我，对我来讲，拢已经无什么意义。小姐啊，你讲你甘愿互人关起，要活互我来陪我健康，我听了后，我实在是非常的感动。多谢你，我是诚心诚意安尼做，所以我才拒绝明良甲世明来面会。其实我来自首，嘛是为了明良啊。既然已经认我这个妈妈，那安尼，我就袂用个互伊为了这件案件，离遐在咧走一走，影响伊的前途。小姐啊，咱的恩恩怨怨，就到这为止。为今日开始，就拢互伊放水流去。我希望你出去了后，会当找到你的幸福。我诚心祝福你。冰哥，我找到工课安尼，是提因叫这院的服务部，明仔载就因正式上班啊。同意。安怎？你无赞成我食头路，还是这项工课无好？看你遮尔冷淡。无啦，歹势啦，我即马心情足复杂的。阮秀华妈妈已经去自首啊，而且伊承认阿姨这个是伊害死，伊即马叫人收押。安尼，淑琪阿姨伊就因放出来啊，你应该欢喜才对啊。我是真欢喜，也毋过，阮秀华妈妈去互关，我心情嘛真艰苦。一个是生我的阿母，
一个是养我的妈妈，因两个拢受到老家之灾，我所无法度照顾，我是毋是足无路用的？明亮，你尽心去做就好啊。虽然你是律师，也毋过，并毋是讲每一项代志你拢会用解决的啊。对啦，小琪阿姨当时出来。明仔载。那安尼，咱来去接伊啊！我即马就来去甲阮阿母讲这个好消息。俊生啊，当你是要去倒位？无啦，心情歹，想要出去行行的。你出去行行咧，夜里要出门，敢有要让爸母知影？也是，我有几句话要问你。姐啊！俊生，我问你，你是恁阿哥的律师哦，是啊，恁阿哥去自首，你都无去刑事组的，甲探讨、甲关心一下。这摆当怪我，一场阮爷叫跋到叔叔去，我去嘛是加了工的。阿哥伊要自首，伊嘛无互我知影，我哪法度甲伊斗骹手啊？实在真冤，我做律师的头一桩案件，就失败到这么歹看。妈。这就是我要出国的原因啦。我安尼讲，你有管意无？俊生啊，你还阁第一怪我无去替你作证啊？我免来敢怪你啦。也毋过当初你若肯答应去作证，阿哥的计划就会成功啦。我替伊提起的告诉嘛袂失败。俊生，小基伊明明就无杀人，你硬要叫我去讲伊是凶手，安尼我良心敢会得过？他说讲我若真正去做伪证，讲白贼话，以后我敢有这个资格通做你阿母？无一定你讲安尼我对啦。做我的阿母吼，都爱把手轻轻看去用铁笑，看我失败啦。你给我点，你个什么态度啊？你做实事的人，这种态度跟老母讲话，若要怪，爱怪我。我若无带你老母，就袂生你啦。生你了，无好好甲你教示啦，才互你兄弟啦发生这种代志出来啦。若非记啦，好的代志咧，拢是你家己有才情啦；若歹代志咧，拢是爸母来造成啦。我安尼讲，你有管理哦，有管理无？爸，你讲啥话？你若讲啥，我要来。我讲袂讲。俊生，假使我这代志，你哪有可能？你走路毋是办法。是啊，俊生。假使讲你若无犯什么大罪，就算讲判刑嘛是真紧，敢毋是？你转来用咧重新开始啊。我已经讲到安尼啊啦，你安怎做家己的决定？但是我提醒你。你就是走到天边海角，你会当啥物一事，无就逃避死人。安怎做？家己详细考虑看卖。啊，庆楠啊，红包紧摕出来，我险也袂记咧。阿母。这红包是要互小琪阿姨的啊？是啊，顶摆伊交保出来时阵吼，袂记摕互伊，啊无吼，伊嘛袂阁再关入去。这红包敢遮尔好用？啊人安尼讲，咱就安尼做啊。哎呦，啊这明年日要遐久啊，啊哪袂出来啦？明亮，小琪阿姨咧？早就离开啊。敢袂先倒去厝诶？摆甲任何人面对的时阵，可能就决定摆甲见面。哎呦，啊哪安尼啦？啊袂等人呀。小琪阿姨到底是去倒位啊？小琪啊，恭喜你！本来我打算要联络明良做去接你，想袂到你已经家己出来啊。无喏，是我较歹势，你遮尔无闲，我阁打电话找你来，会耽误你的工课无？袂啦，无我先送你来明良遐休困一下，再去拍算。唔免啦，细妹，
我是有一寡代志想要当面甲你讲尔。什么代志？